庙会设景活动，七彩烟火非常的水，甚至还佫有放规条路的炮瓦。讲到广告相当热烈，也毋过时间已经到半暝啊，毋那严重影响当地民众安宁。重新转去到现场，还佫有规涂骹的粪扫甲烟火卡架无人清理。2点多还听得到鞭炮声，影响到大家。那扰民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。也是很支持这个活动是没有错啦，但是隔天要早起要上班，然后小朋友也要读书，我是觉得这个时间点太晚了啦。29日是安平开台天后宫4档1科的上香山迎妈祖大典，已经传承8档，主要是甲妈祖迎送到大陆湄洲探望乡亲，弘扬孝道。仪式过后举行连续2天绕境，未少庙宇拢来到热烈，至少超过60顶神轿，对透早5点外出发，一直到半暝3点外未还才入庙。对着放烟火插电的民众，庙方会是嘞。这一次我们标榜的是一个优质的庙城文化，所以这样子搞下来，让我们也是很难受。所以如果吵到各位的话，或是各位观感不好的话，在此代表我们庙方跟各位做个抱歉。市府之前均已召开绕境协调会，向各公庙宣导相关法令。本案后续将依据民众所提供的检举资料，移送各权责机关依法裁处。相关单位将针对影片违规的部分依法裁罚。宗教信事虽然早来人潮较热烈，也毋过安怎兼顾居民的生活品质，犹原有调整空间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